正大消息，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哲9月初才要宣布是毋是要选总统，也毋过甲郭文哲、蔡英文甲韩国瑜摕来做民调，郭文哲拢是徛尾名。也毋过郭文哲也是老神在在，讲伊毋是咧想选举的胜败，伊所想的是要安怎做台湾才会更较好。郭文哲最近要来出新册，佮传出讲伊的支持者咧卖衫，咧替伊募款，这是毋是为着总统大选咧铺路呢？郭文哲的回答嘛真有艺术。郭市长也未宣布是毋是要参选2020总统大选，但是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民调，加入战局支持度上尾。没有宣布参选，大概就是降到那个25%基本盘。我们不是在想说，我们个人的选举的胜负嘛，其实在思考的是说，什么时候台湾会更好。伊嘛讲，这段时间国民两党一直咧做民调，伊对伊的比较嘛一定变化。一开始是蔡英文捡到枪嘛，所以那个1 to 1蔡英文会赢。不过因为他最近捡到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1 to 1又输掉了。过去拄着选举，出新册，台北市长郭文哲又搁准备出新册，册名叫《生死之间》。这本册是不是替伊选举维持声量？真的要是为了选举出书，我写那书名会叫《光荣国家》，不会叫《生死事件》。传出支持者卖 T 恤是要为郭文哲参选，强调对着是毋是要参选，伊并无表态，这嘛有外界持续关注伊的一举一动。